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平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今日同大家拆解一單非常關鍵嘅 AI 交易。點解 Meta 願意用接近20億美元去買一個唔只識講，仲識自己做嘢嘅 AI？當大部分 AI 仲停留喺陪你傾偈嘅層面， Meta 已經直接用真金白銀壓住下一步，邊個可以真正幫人由頭到尾完成一件事？時間去到2025年 ，Meta 宣布收購通用 AI agent 新創 Manus， 官方未有公開最終金額，但市場同多間媒體一致估計，作價至少超過20億美元。呢一單唔係普通技術併購，而係用日價去換時間、換落地能力、換收入能見度。好多人會問 Meta 買緊啲乜？答案唔係模型，而係行動層。過去幾年 AI 投資集中喺模型、算力同數據，但而家真正拉開差距嘅係 agent 行動層。AI 可唔可以將一個複雜任務由規劃、執行、修正到最後交付一次過完成？Manus 最值錢嘅地方唔係答得有幾聰明，而係佢真係做到嘢。佢可以拆解任務、調用工具、處理錯誤、重新嘗試，最後俾到一個完成品。無論係研究、寫程式、做分析，唔使中途停低再問。呢一層正正係大型平台最缺，亦最難自己砌出嚟嘅部分。再睇財務面， Manus 真正打動 Meta 嘅係已經跑出真收入。公司上線唔夠1年，年化經常性收入已經突破1億美元，增長速度被形容為 AI 應用史上最快之一。用大約15至20倍 ARR 去計，價錢唔平，但喺 AI 軍備競賽之下，屬於可以接受嘅戰略日價。對 Meta 嚟講，呢一單交易等於將一部分龐大 AI 投資由純燒錢研發轉化成已經可以變現嘅產品，唔再只係一個長期黑洞。策略層面， Meta 一直都唔缺模型同算力，但最大弱點係點樣將 AI 變成真正會行動、會賺錢嘅產品引擎。Manus 補上嘅正正係呢一塊，將來佢嘅 agent 能力可以直接嵌入 AI 助手、社交平台、商業工具、即時通訊嘅中小企服務，甚至延伸去穿戴裝置。你可以理解為一條龐大流量入口，加上行動引擎嘅路線，直接同 OpenAI 同 Google 嘅 agent 化方向正面對打。咁點解 Meta 唔自己慢慢做？答案得一個：時間。AI 戰爭根本唔俾你3年慢慢試。agent 最難唔係模型，而係工程細節，例如登入、驗證、錯誤處理同穩定度，呢啲只可以喺真實付費用戶身上磨出嚟。Manus 已經證明產品市場匹配 ，Meta 買嘅係少走彎路嘅權利。另外一個重點係，人 Manus 唔止產品被買，成個團隊都會並入 Meta。創辦人邵宏將會加入管理層，帶住一支喺極端競爭下跑出1億 ARR 嘅實戰團隊。呢種併購亦會對內部造成壓力，加快大公司產品化速度。市場反應方面，交易公佈後股價溫和上升，冇出現爆升，反映投資人態度其實好一致，方向認同，日價接受，但最後要交功課。未來1至3年，市場只會睇一樣嘢 ，Manus 能唔能夠成為即時通訊、廣告同企業工具嘅實質收入放大器。總結一句，呢係一筆不得不買嘅交易。用交易員角度睇， Manus 已經證明 Product Market Fit 收入高速增長。護城河喺行動層 ，Meta 用高倍數日價換時間同戰略位置，貴，但喺 AI 列車全速前進之下，錯過嘅代價更加高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